要来选桃园的林志坚，伊的论文的争议阁有新状况。国民党的立委林奕华甲信德科学园区管理局的公文打起入面册，讲林志坚的教授贺立成等人根本就无摕到授权，也就是讲林志坚毋若讲抄、讲偷，阁更加讲泄密。林奕华是呼吁科学园区管理局应该采取行动，提出着告诉。林志坚嘛再度来澄清，讲家己无抄袭，嘛请国民党莫用这种抹黑的手段来操作选举。你好。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参选后，面前甲民众博暖交流，不过伊涉事论文的证据继续咧谈。国民党立委林奕华伫人面册顶公开德科管理局的公文，顶面写经过调查，无何立行教授向本局申请使用委托资料的申请书含授权书，指控林志坚除了抄人的论文，偷摕佮泄露秘密，是没有相关的资料的，也就是并没有提出申请，也没有获得授权，所以当引用的时候就是侵权。所以，身为公务人员，主管管理局就应该要依法行政提出告诉。强调德科管理局应该保护著作权和智慧财产权。关键人物林志坚访问到这题，先吐一大亏。中华大学的这个论文是在2008 4月，我就和老师共同联名发表了这个论文。2008的6月，我的口试论文完成。那么2008的7月，科管局才结案。佮一摆讲家己是清白的，嘛来指控立委无证据黑白讲话，而且对国民党对手张善政提出质疑。一边说要君子之争，那么一边又让党内的同志不断的在这个抹黑、造谣，然后打这样一个负面选举。我相信这不会是桃园市民所期待。佮一摆强调，莫甲伊抹黑，有证据就甲伊告，因为论文的证据嘛有林志坚的选情，加真侪变数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